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跟旁边的人跟他说平安。平安。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你的笑容呢，可以影响人，在今天呢就充满了喜乐。阿门。阿门。好吗？你可以把你的口罩拿下来一下，然后让你的笑容给旁边的人感受一下。哇，感谢主，在这一个礼拜当中，你过得好吗？如果好的，你大声的说阿门。阿门。我们常常要回应神阿门，因为阿门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得着那丰盛的应许。阿门。牧师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要来用哈利路亚，我们来宣告神要在这里得胜。我们来喊3次的哈利路亚，预备好了没有？好，把我们的右手举高，来哈利路亚3次，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刚刚呢是暖身一下哈。我们那个哈利路亚，当你喊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你所有的细胞都活化起来，会健康起来，会兴盛起来哦。OK， 再一次哦，预备你的右手，耶！好了，有没有人的手举不起来了？旁边的人，你可以当亚伦库尔把它举起来。好，哈利路亚，来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要一起用主祷文，我们要来一起来祷告。在主祷文之前，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举起，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圣灵大大的运行。我们一起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喜爱你；圣灵，我喜爱你。有30秒的时间，你跟圣灵有所交通。哈利路亚。你将你的喜乐与圣灵分享，你将你的难处跟圣灵来倾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所有的难处都要透过主导文神，他要来做医治，他要来做转化。阿门。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要开始来敬拜了，阿门，阿门。你来跟旁边，你跟他说，我要跟你一起跳舞、唱歌。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让我们一起高举耶稣的名，凭信心来宣告，我们要活出得胜有余的生命，阿门吗？阿门。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
感谢主，让我们的永光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舞者 ，Amen 吗 ？Amen， 好不好？就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来热情的来赞美神，因为神配得我们更大声的赞美 ，Amen 吗 ？Amen。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失望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力都要神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我们再从头来唱。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失望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力都要神歌唱，永远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好不好？在今天，除了我们领袖班毕业生在我们当中之外，我们从儿童牧区小六的毕业生也来到我们当中。如果你是儿童牧区毕业生，请你挥挥你的手，让我们看见你好吗？我们小六的毕业生挥挥你们的手好吗？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哈利路亚！让我们在今天在从头来唱的时候，我想要邀请每一个人，我们的位置可以站开一点，好不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可以再站开一点，让我们可以用舞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从头来唱。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失望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要神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一切我都来赞美神，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我们一起来拍手。万王之王，全地都要神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要神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你旁边人跟他说：“你的赞美好美哦！”你的赞美好美哦！感谢神，耶和华是我们一生的牧者 ，Amen 吗？ Amen。让我们在今天透过我们的敬拜跟赞美，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能够来对我们说话，来触摸我们，更让圣灵透过我们的敬拜与赞美，我们可以领受到医治还有恢复 ，Amen。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你是我牧者唯一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引领，你是供应者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有你的同在，我不怕遭害，恩惠与慈爱跟随着我，从今天直到永远。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我们一起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高山上吗？虽然有
医治。阿们吗？哈利路亚！感谢主，神是垂听祷告的。当你用信心来祷告的时候，神就必应许你。我也接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在家庭里面关系的转化。阿们。本来夫妻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因着在 RPG 里边，他说先生为了越来越尊荣他，让他觉得他也对不起他的先生。你看，当我们来到神的里面的时候，你寻求神，神就为你开道路。夫妻关系上也开道路，亲子关系上也为我们开宽阔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健康？哈利路亚！有健康才能够工作赚钱，有健康才能够分赐从神来那极大的能力。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 RPG， 特别我们要来为青少年。青少年来举手一下，青少年，你是青少年的举手一下。哈利路亚！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在这个礼拜4、5、6要到新竹，我们为他们祷告，来守望他们，求主帮助这113位的青少年，让他们在领受上面是从神而来，让他们的心可以定睛在整个营会，定睛在基督的身上。阿们。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的手机都可以挪开，完全的被神来引导，让他们在这个营会之后，他们回去，他们生命会转化，成为家庭的祝福，成为同学的帮助，成为这个世代的领袖。阿们。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营会的目的，就是要转化青少年，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因此在这个时刻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好吗？我们为青少年的 RPG 的祷告。来，我们小组长铁三角，你先来寻找那还不会 RPG 的，你来帮助他。我们的长老铁三角同工来协助，我们的后面有需要协助的 RPG 的，来帮助他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小组长来留意一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来充满。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蛮有能力，你是大有作为的神。主啊，你在万神之上，你是那唯一的，你是可靠的，并且是亲近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为我们的汉中新球青少年的领袖营，主啊，你要祝福他们。主啊，在这个时代能够使他们分辨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主啊，在营会当中，从我们的总召、主责的以及所有的辅导同工，所有的队长，每一个学员，他们都要得力，他们要得智慧。你祝福我们所有今天在场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因着你圣灵的感动。主啊，他们的健康要得着神加倍的恩赐，他们的能力要得着兴盛，家庭要得着兴盛，功课主啊有一个极大的转化。主啊，他们的功课的成绩是越来越满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赐福我们健康。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的圣灵充满，哈利充满，感谢主，你运行。哈利路亚！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求圣灵恩膏我，圣灵你恩膏我，求圣灵恩膏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我不被满意。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宣告：我就是不被满意，神就是要祝福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求圣灵恩膏我，渴慕圣灵来充满，求圣灵恩
救，求圣灵人高我，求圣灵人高我，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照顾所求，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照顾所求，求圣灵人高我，求圣灵人高我，在你同在里，享受在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无论我的境况如何我不畏惧，赞美就胜过一不再切。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再一次宣在高告，山，我任何一个要地方赞美，都是我赞美之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要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高山，哈利路亚！我要赞我们宣告，美，你的在名配低得赞谷。美。我们所有的问题、难处、疾病都躲开了，悲伤都躲开了。哈利路亚！因你与我同行，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你照顾所求，求圣灵人高我。你已经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求圣灵人高谢谢我，圣灵的运行。哈利路亚！在你同在里，祝福你降临，照顾所求。God you're so good to 好好的享受， me，好好的享受。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好好的享受，直到你 me。饱足。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to me。我们把我们的双手张开，眼睛闭起来，双手张开。你可以感受到耶稣拥抱你，你可以感受到耶稣对你说话，你可以领受到耶稣正在祝福你，耶稣正在宣告说：孩子，你是健康的，孩子，你不是一个穷人，你是富足的。耶稣他对你说：孩子，你的道路是宽阔的，我已经引你进入到那不狭窄之地。阿们。主耶稣跟你说：孩子，你的家是健康的，你的亲子关系是美善的。你的丈夫很爱你，你的丈夫很在乎你。孩子，你的太太、你的妻子，她尊荣你，只是她有时候脾气大了一点，但是没关系，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因为你有足够的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圣灵运行。当你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得了能力，得了恩典，并且是丰盛的。哈利路亚！主也对你说，即便你失丧了家人，然而我就是你的家人，我就是你的一家之主，我可以带领你的家，我可以带领你，不论你到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土地上，
只要你呼求我，我就与你同在。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些的祝福是多么多么的真实，是信实而广大的。我们把荣耀用掌声来归给神。哈利路亚！你也跟旁边转向旁边，你跟他说，站在我旁边的就是大有信心的勇士。站在我旁边的就是大有信心的勇士。你有没有大声说阿们？我就是。在神国的文化里边，要常常带出仁慈的言语。我们常常要带着得胜宣告，把所有那些消极不属神的意念完全的挪开。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意念进来，我们所听见的都是神给我们的赐福，并且分赐在我们当中。阿们。再一次热烈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时我们要来读圣经。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1章6到8节。使徒行传1章6到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时我们要邀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他的分享的信息是圣灵能力的彰显。圣灵能力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这是荣耀的时刻，是把荣耀、颂赞、尊荣都归给我们的神的。阿们。我们一起把荣耀、颂赞归给他。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透过诗歌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戴。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从心里面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的回应，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赞美的教会，而且是有神的荣耀光照的教会。所以我们每次来都是渴慕他的真理，都是盼望他能够再一次的照亮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的一切的不属神的都要离开。阿们。那黑暗的权势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遥控着我们，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感谢主哈！好，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例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感谢主啊！让我们透过今天早上这段时间，透过这段话语，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个的题目，叫做圣灵能力的彰显。你自己觉得你有圣灵充满与你同在的，举手一下好不好？阿们，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哈。其实圣灵能力的同在，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经历的哈。因为其实到现今还是有许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对这个区块还是保持距离的，因为他们觉得圣灵外显的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圣灵的作为都在我们的思意里面的话，那你想你信这位神还需要吗？可能就不用了，就靠你自己就好了，因为你都能够自己掌握一切嘛。但是因为神是逾越这一切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超乎我们所求的，对不对？那才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早上牧师用很短的时间，我们要来一起思考
圣灵与你的关系，圣灵与教会的关系。我相信这对你来讲，在信仰上可以像一把钥匙把你打开。那过去疑惑的、不解的，今天牧师盼望圣灵能够叫你明白，他是何等的爱你，他是何等喜悦与你同住，他是何等喜悦浇灌你，何等喜悦充满你。那我们今天牧师用很短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跟隔壁说没有打瞌睡的时间，来，对，哇，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哦。好，牧师要很快的哦，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倚靠圣灵超有能力，来，倚靠圣灵超有能力。是的，使徒行传很特别哦，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哈。我们读使徒行传已经进到这里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牧师的所抄的经文已经到这里了，但是上礼拜的哈，那这个礼拜的已经从礼拜4开始，我们读进入了使徒行传哦。有跟上的加油咯，没跟上的也不用举手哈，因为你自己都知道。OK， 好，我们跟上哦哈，都有时间可以补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是你生命当中最需要的。阿们。对，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来了解。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牧师给我们一个大纲来了解哈。使徒行传其实是在记载的使徒传福音的脚踪，但是更重要的是福音的进程是怎么的呢？就是按照耶稣所应许的，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然后呢直到地极哦。所以整个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看到第1章到第8章就在谈论怎么样初代教会被建立起来，在耶路撒冷他们的彼此的分享，有很多的神迹奇事都发生在这个记录里面。从第8章到13章我们就看见福音就借着使徒他们，因为教会被迫害，所以就四散了，而他们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对不对？特别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腓利，对不对？腓利，我们说腓利，对，哇，每次吃牛排谈到腓利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对，福音就是要传出去，阿们。然后呢，到地极是谁的见证呢？就是保罗，对不对？保罗他踏上了亚细亚以外的，就是南欧的路上哦，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到现今的哪里？意大利啦，到罗马，有没有？那这个记载的最后记载就是保罗3次的海外的巡回的布道，然后最后也谈到他有3次被控诉，有没有？最后控诉到罗马皇帝去，但是他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阿们。他到哪里，教会就建立在哪里，超厉害的，对不对？哇，这是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一脉的这样一路的走。我相信我们更知道神给我们永光教会的使命跟目的，我们就会从经文里面清清楚楚看得出来，阿们。所以感谢主哦。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核心中心的主题是什么？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他所提到的弥赛亚跟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我们会谈到一点点哦。所以主要的经文就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阿们。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里，不管你处境如何，你总知道，当你仰望，就是那一位可以拯救你的，可以帮助你的，就是那一位，只有那一位，他的名叫耶稣基督，阿们。就是这一位，没有其他的。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在这里可以看见哈。那这段经文很特别，就是耶稣在升天以前最后一次跟门徒聚集的时候，这门徒就问了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注意哦，
好像耶稣给他的回答也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注意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说，这些门徒他们想的是哪一个国度？以色列国。那你记得吗？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是传什么国？天国的福音，不是吗？对不对？有没有搞错？谁搞错了？门徒搞错了，我们都没搞错哦。耶稣来是传天国的福音呢，但是他们这些跟随他3年多的这些门徒，竟然问的问题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很特别啊。那表示这些跟随耶稣的，他们还是雾里看花，还是懵懵懂懂的。耶稣所讲的，他们好像一知半解呢。所以他们所期待的，还是被传统所捆绑的。因为过去犹太的历史就是被外族所统治的，所以他们心想的就是那个政治、军事超强的弥赛亚救世主一定要来，才能够解救同胞解救我们脱离水深火热之处啊，对不对？好像我们以前也有这种历史，不是吗？确实是这样。所以当这些门徒在问耶稣的时候，是把他们过去传统的拉到这里来说：主啊，你复兴我们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为什么不了解？很简单，就是这样子。但是耶稣对他们说，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哦。耶稣说什么？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注意哦，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即便他们论及的是地上的国，但是他告诉门徒说，这个都是权柄，都是在天父的手中。天父所按的时日会成就，有没有成就？后来有没有成就？有啊，以色列亡国以后又复国了，这超厉害的，全世界只有他们的国家这样。但是主所告诉他们的一个真理的道路，却是神国的，是属天上的，是永恒的国度的，不是现今短暂的而已哦。所以这里让我们也可以提醒我们也要跟主说：主啊，我每次来礼拜，不是把我过去礼拜或者是信仰的传统再次来这里煎一煎考一考，不，我要恢复跟你更亲密的连结，我要更懂得你的真理，这是我需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牧师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读圣经觉得这个都很熟悉啊，这个故事结局什么都知道了，还要再读吗？赶快看过，速读有没有？但是后来为什么牧师在我们的读经计划里面是2年读1遍圣经呢？你知道原因就在这里哦。因为有的教会推的是1年读4遍，超厉害，有的教会是1年读1遍哦，那不容易哦，那可以跟上的不多哦。但我们是2年读1遍，就是每一天1章或2章圣经而已，对不对？如果你按着这个速度读，大概多久？10分钟内可以读完，不是吗？但牧师不要你只读10分钟，牧师要你慢慢的读，即便你知道这个故事就结局是怎么样，但是不要像牧师以前这样读。我后来悔改，我现在的读法是，我知道结局，但是我要那个过程。我要求神今天有新的亮光给我，我要求神帮助我，透过今天我读的经文，哪一个字跳出来，哪一句跳出来，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我要好好的考察这一字这一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牧师的期待，所以才会2年才读1次。那你读得很快的没关系，也可以按着你。那牧师盼望你也跟着我们教会的进度来读，这对你来讲是有极大的祝福的。阿们。这是牧师过去的经验，我要告诉各位，我就是这样走过。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更渴慕领受真理。不要说这个牧师还没讲结局我就知道了，都是
台语叫做得力家，听懂吗？哦，听到怎么样？成精的有没有？成精灵的，对。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2000年前以前的记载，不是吗？那为什么历代我们都还在读？将来我们还是会读，后代的人会继续读，为什么？因为都跟你的实况会对你自己说话。阿们。所以过去我们牧师常说，这是 logos， 就是记载在里面的，我们读过。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 ？rhema， 就是这个事情，这一句话对你现在在告诉你什么？你要跟主求，你要静心下来，你求圣灵启示你，你必能够明白。阿们。这就是神真理的奥秘，就在这里。这真理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天天所需要的。所以感谢主，耶稣接下来说什么？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降临，然后得着什么能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哦。圣灵降临，得着能力。但是问题是，我们如果知道的话，耶稣在第2次复活后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他就把圣灵赐给他们了呢。是在约翰福音20章21到22节，他就记载他们聚集的时候，门跟着耶稣显现，让他们吓一跳，对不对？耶稣就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他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受圣灵，好像第1次就有圣灵充满下来了，对不对？为什么耶稣说还要再等候圣灵下来呢？为什么？这可以让我们来了解这个。你们受圣灵，耶稣第1次跟他们说你们受圣灵，跟他们吹了一口气，这是内在把圣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你记得吗？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后，所有的动物以后，神最后创造什么？人，对不对？然后神创造人以后，圣灵记载说他向人吹了一口气，有没有？这人就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感谢主，还好上帝只对人吹了一口气哦。如果上帝对狮子吹了一口气，狮子变成有灵的狮子对老鼠吹了一口气，变成有灵的老鼠，哇，那这个世界就乱了。但是你看，因为有灵的活人，所以神就把管理宇宙万物的权柄赐给人类，对不对？凭武力，我们凭那个力量，我们跟大象可以比吗？凭速度，我们跟豹可以比吗？不行啊！在万物当中，其实我们是脆弱的人类呢。但为什么神把管理的权柄给我？只因为他向人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而到新约的时候，主对他的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是叫他们的内心里面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也说它是圣灵的同住，是让你的生命不断去翻转的，让你的价值观不断去调整的，越来越属神的，越来越有神的价值观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是你内在的圣灵内在充满以后所可以得着的。那很特别哦。那今天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圣灵要降临。”这圣灵的降临是什么？是外显的能力的充满，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做主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也会说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有没有？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浇灌就像把水倒在你身上，恩膏好像把油抹在你的身上，这是外显可以看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约里面就有这样的分别哦。新约希腊文2个字，一个表示内在的充满，一个表示外在的充满。内在的充满是 pleroma，
肉 plero， 外在的充满是 pleso pleso。这个2个字不一样，但是它表达的是叫我们圣灵的充满，可以从内住，以后也可以从外显的可以彰显出来啊！哇，这是很特别的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教会或你看到其他的信徒、基督徒，他说：“我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但是他叼个烟说：“我是圣灵充满的人。”他说：“我是蛮有圣灵的哦。”然后《三字经》一直讲，你觉得这个怎么办呢？你怎么去分辨呢？怎么去分辨？2个方向，对不对？第一个，内在的有没有？你如果认识他，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你看他，思想开始在改变，越来越是积极的、向善的，是有信心的。哇，那你就知道这个人有圣灵在更新，对不对？有圣灵才有办法更新这些东西，让他的思想越来越积极向善的、喜乐的、充满信心的、大有能力的宣告的，这就是真的是内住在他的心里面了。那你也在看他说话，看他做事，看他在教会的服事上，你看到他外显的这些行为，是不是谦卑的？是不是充满喜乐的？是不是吵亮呢？做了两三件事情就一直夸大的，或者很谦卑的，很不为人知的，能够默默的在做神所喜悦的事。如果这样的人，你就知道什么？他是有圣灵恩膏的哦。阿们。用这个方式也要检测自己，不是吗？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永光教会的所有的基督徒都用这样的来看，是不是圣灵有充满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哦。所以你应该宣告说：“我里外都有圣灵的充满。”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里外都有圣灵的充满。阿们，阿们。我要讲更快喽。OK， 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应许这福音的路线就是这样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做我的见证哦。圣灵充满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看得见的，就是为主做见证。我们说为主做见证，来，为主做见证。对，所以圣灵充满都是在彰显对神在我的身上如何的改变我、调整我，让我能够喜乐的服侍他，让我的家是越来越喜乐的，越有主的平安的，这样都可以成为最美的见证，对不对？哇，今天我们也要听见证哦。那见证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在读《使徒行传》里面常常的可以看见哦。比如说2章32节，彼得所说的：“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呼我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哇，你看到整个使徒行传至少6次以上有说是为了做见证，至少6次，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不管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都有重复这个字哦。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看见。然后我们最后来看这些使徒，最后他们是怎么样？我们说比较白一点呢，他们是怎么死的？寿终正寝吗？没有，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每一个人都甘付代价，因为他们看见福音的价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看见这些见证人，基督福音的见证人，他们的特征。第一个，见证人必须要亲自经历，对不对？如果你在做见证的是虚假的吗？不，你要把你真实的经历说出来，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不仅是口传哦，行为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你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见证。人家不是听你说什么，是看你活出什么来，那才是福音最重要的地方。第三个就是见证者就必须要有殉道的决心跟精神，
至少要有这样的精神。我知道这是最棒的，所以即便他们攻击我，他们不理我，他们撇弃我，没关系。我们街头布道不是这样吗？对不对？街头布道有没有出去？每一个人都听你说的，都阿们的，没有嘛？有许多人都拒绝我们，就不理我们，甚至对我们怎么样说不好听的话。但是你要甘之如饴，因为你知道这福音的好处在哪里。如果你知道这福音的价值，你愿意摆上这些，神必然喜悦，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在一位神学家早期的神学家特图良，他就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对，教会的种子从哪里来？就是这些殉道的，甘愿牺牲性命为了福音也甘愿的，他们就是建立教会的种子。所以求神给我们永光教会人，在这时代，我们用街头布道，用幸福小组，在热情的传福音，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是神所喜悦的。神给我们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而且是宗教自由的地方，我们应该好好把握，对不对？你心里还惦念着你的哪一些的亲友、朋友、同事、同学还没信主的话，那是圣灵对你的感动。你应该跟圣灵同工，借着我们教会集体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好好的把它执行下去。阿们。哇，今天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靠圣灵活出美好见证。是的，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领受圣灵是为了为主做见证，这个目的是必要清楚的，是要了解的哈。即便你会说方言，会说预言，你大有能力医病赶鬼，你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等等这一些，若没有圣灵，这一切神都不会使用。但是只要你有圣灵的同在，你知道这一些能力、这些恩赐都是神给的，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为了建立教会，为了荣耀主的名，神给我们的。阿们。所以我们共同在这里，就是靠着圣灵，因为靠着圣灵方能成事。成什么事？成神国的大事。阿们。这是你我所共同有的哈。所以一起宣告来：我有圣灵恩膏，我为主做见证。阿们，阿们。真的是太棒了哈！速度讲得很快，对不对？但是奖章没有缺页哈，还是5页啊！我牧师还是有完成哦。我们可以透过奖章，我们可以来了解今天牧师所讲的，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再一次来：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哥林多前书2章15节。好，我问大家，为什么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是你靠你的经验吗？靠知识吗？不是，靠谁？对，靠圣灵。因为圣灵能够参透万事，对不对？所以你靠着圣灵，你就会去分辨何为是神喜悦的，何为是撒旦喜悦的。哦，我不是说这里是撒旦啊，何为是神所喜悦的，何为是撒旦所喜悦的？我们会分辨出来，对不对？好，但是对一般的人，不信神的人，你觉得呢？他能够参透你吗？不能，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啊，全世界上没有你这种人的。社会上怎么有这么单纯的人？你为了这句话，你要伤心吗？你要喜乐。哎呦，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好愚拙哦！那这礼拜天最好休息的时间，出去交友的时间，你们把这个时间花在教会啊，真的是你们是哪里的人啊？你们好笨呢，有没有？如果你听到这一些，你会伤心吗？你要很喜乐的说：主啊，感谢你呀，感谢你呀，因为我参透神的事，但是别人参透不了我，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你高不高兴？你要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你已经紧抓住神的应许了，神必把更大的恩典祝福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金句对于你我来讲非常的关键。属神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你，因为你做的、你选择的是属天国的，不是属地上的。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清楚来了解这件事情。好 ，OK，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举行我们的毕业典礼。好，谁来主持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培育学校第16届的毕业典礼，请我们的毕业生上台。戴仲贤、林建宏、刘志佳、陈南星、刘芳文、石雅文。好，请大家掌声鼓励。我们要邀请周牧师为我们的学员毕业生来拨穗，请潘牧师受证。第一位戴仲贤。林建宏，我们掌声不要停哦！我们恭喜我们的毕业生刘志佳。OK， 来。陈南星，刘芳文，低点，我没那么高。石雅文，好，恭喜！雅文，恭喜！我们要好，我们一起现拍在呢照。我们现在要来献花。OK， 好，献花。我们先来献花。先来献花。请我们的小组长。好，我们的小组长哇，他们都非常的关照他们的组员，常常来探望他们，探班。哇！感谢主。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请毕业生来致答词。好，我们毕业生向后再站上面一点。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培育学校第16届的毕业生仲贤。那首先我要先向过去1年半陪伴我们参与培育课程的牧师、讲师，然后班导师，还有同工们致上最诚挚的感谢。你们的陪伴是让我们的灵命受到可以提升，然后被建造，
也经历到神的同在与带领。培育课程的学习对我来说，不只是圣经知识上的加添，更是生命的更新与信仰的坚固。我重新认识到，身为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气。靠着耶稣十字上的宝血，我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还白白的得着救恩。当我软弱面对困难的时候，我可以凡事依靠神来征战得胜。更重要的是，我得着分赐的权柄，我可以为主来传福音，成为祝福别人生命的管道，来得主的奖赏。我从小在长老教会长大，过去圣灵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比较遥不可及的概念，但是透过培育学校领受异象 QT 灵修的操练，我开始真实的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圣灵也成为我每天生活的帮助者。在家庭中，我开始做一个更贴心的老公，更有耐心的爸爸，也是更卓越的领袖。那我知道这些改变不是靠我自己，而是圣灵在我生命的动工。在教会常常会听到大家说顺服就是蒙福，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为神摆上，神就要亲自来装备我们，使用我们，使我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成全他对我生命的命定。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培育学校，我鼓励大家来报名下一期的生命更新营。我确信你会经历神话语的大能，看见自己生命的突破与成长，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们，阿们。哇，非常感谢我们的众贤。好，那等一下放着。我们下一位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建宏，他要来做他生命的见证，他如何在培育学校里边他的见证。好，你可以帮忙拿一下。好，你的稿子要拿。好，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建宏，他跟1年前不一样喽。耶！亲爱的永光家人们平安，我是第16届领袖班毕业生林建宏，今天想要分享进入培育学校对我生命的改变与见证。1年半前，因着小组的邀请，我抱持着好啊，反正我就听听看，也没有什么损失这个想法，报名了生命更新营。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完成1年半的培育课程，并且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更新营中的弟兄为我领受的预言服事，当下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爱是这么的温暖，也这么真实。趁着这样的感动，我继续报名下一阶段的成长班。虽然要在每个礼拜5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心从公司赶到教会，但每一次都是带着期待的心来到课程，期待着神的话语能如泉源活水般的注入我，能滋润已经因为世俗琐事而干枯的心。也在那时候，我体会到我原本的生命中有许多的残累。如果我没有来到成长班，我不会有机会知道我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经历恩典和平安。正如圣经上所说的，神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成长班和小组属灵的喂养下，我也渐渐为这份信仰有更深入的认识，让我更认同这份信仰是我可以用一生持守的。在这样的感动下，我受洗，然后进到门徒班。培育学校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领受异象的操练。起初我什么异象都看不到，但是每周还是要缴交 QT 的笔记，让我都很紧张。也不知道看到的画面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想象，但牧师教导过我们，凡是安慰、劝勉、造就的都出于神。随着渐进式的 QT 操练，我所领受到的异象画面也越来越清晰。甚至每次的 QT 都能在其中看到神对我生命的祝福。QT 也不再只是作业，更是我生命前进成长的动力。还记得第一次教会街头布道，在公园里遇到一位爸爸，他跟着我做决志祷告时，我第一次感受到为主做工的喜悦。虽然不知道这段祷告他理解了多少，但我始终相信这福音的种子已经默默地埋藏在这位爸爸的心中。将来某一天，在圣灵的引导下，必会结出美好的果子。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直回荡在我的心中，让我明白，经过领袖班的装备之后，我们不再只是听到的门徒，更要行道，把这份信仰传给更多人，成为一位能造就其他人生命的领袖。最后，我想要勉励还没有参加过永光培育学校的家人们，如果你是初信者，对这份信仰还不了解，这里可以为你解答许多的问题。如果你已经信主很久，但没有感受到这份信仰在生命中的恩典，也欢迎来听听，我相信会很有帮助。就像我当初抱着好啊，反正就来听听看，也没有损失这样单纯的想法报名一样，我相信你会在1年半后有全新的生命体悟。谢谢大家。哇，我们谢谢建宏他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一位，我们邀请到我们友会的我们的志佳，哇，他呢是在苗栗的德胜教会。那他呢礼拜六上完课，他就回到苗栗去，回到他的教会。他跟亚拿呢是这一届神学院的毕业生，所以呢他也要回到他的教会，跟他的妈妈一起传道，然后一起牧养教会。那他也用了1年半，不仅读台湾神学院，也读了永光教会的领袖培育学校。我们来听听他有力得胜的见证。牧师长职，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永光培育学校第16届毕业生志佳，然后牧师刚刚帮我介绍完了。我本来要说我也是就是亚伦亚拿的就是台神毕业的同班同学。那其实我在神学院1年级的时候，我就来永光教会参访过。当时牧师他就有分享永光教会的领袖培育学校，那这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的课程，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向往可以来上课，所以我非常感谢牧师两位牧师的成全，就是让我能够进到永光这个大家庭，加入领袖培育学校来接受装备。那即使到了神学院3年级的时候，还有因为要配合回母会实习的缘故，我常常需要从苗栗头份往返来上课，但是我仍然是非常的期待。我当时硕3的时候非常忙碌在写论文，还有母会的实习，其实每一天真的过得水深火热。但是即使身体真的很疲惫，只要周六来到永光培育学校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成为我充电、继续服侍前进的力量。有时候我甚至会在抄写圣经的时候呢，会被神的话语提醒，还有被上帝的话大大的安慰。以前我曾经听我的朋友说过，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感受会很不同，甚至在祷告之后会经历身体的好转。那时候我就是那时候完全无法明白，原来这个是神所赐给我的一个祝福。直到我参与培育学校的精兵营，我才认识到自己可以祝福他人的恩赐，并且我能够在神学院毕业之前，确信神为我预备的祝福。这一份属天的礼物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没有想哭。对。也成为我继续前行的盼望。真的没有想哭哦。谢谢。更渴望神可以继续的使用我，所以也是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就是一定可以来上领袖培育学校，因为你会发现神的恩典跟祝福真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等一下，对，好，然后我很感谢牧师跟导师们的提醒，就是当明白自己有哪些恩赐的时候，不是只停留在知道而已，而是要去主动操练，还有去服侍，成为教会跟其他人的祝福。我相信领袖培育学校的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去学习服侍他人的开始。最后我要感谢神，让我能够透过永光领袖培育学校，
不仅确信自己是得救的女儿，更明白我是需要每一天依靠主过得胜生活的门徒。也最终我期盼我自己可以成为得着天国奖赏，为神做见证，为神传福音的精兵，将一切的荣耀归于神。谢谢大家。感谢主哈，让我们这一期的我们的毕业的同学们，真的是在主的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见证。他们呢在结束的时候，他们都要写他们读书的心得，还有他们在所学习的当中，非常的感人。我们会之后会慢慢的来邀请他们来见证，好吗？现在是第几届？16届之前的他们的学长学姐，请站起来一下。他们之前的学长学姐们，你们看到学弟学妹又有一批上来了，要不要给他们热烈掌声？好，学长学姐们请坐。好，学弟学妹呢，有没有在这里？来，请站起来一下。学弟学妹们，嘿，学弟学妹们，还有吗？哇哇哇！也给我们这些你们的学长学姐们，给他们掌声。请坐，请坐。好，那这个时候呢，牧师也要邀请班导师。我们呢，班导师呢是从一班一班这样陪伴他们长大。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跟他们一起陪伴他们上课，所以这些班导师真的是他们的精神教练哈。来，所以呢，我们的班导师呢，来给他们握手一下，来祝福他们好吗？好耶！诗词班导、健身班导、丽丽班导、慧珍班导，还有彩提班导、米粒班导，还有秀莲班导。好，还有我们豆豆班导，感谢主。这些的同工，每一个礼拜他们上过课了，但是他们为了要陪伴他们，真的是一路陪伴他们，这个就是一个教练。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哈。那现在我们要来拍大合照，我们往前，好，再往前一点，好 ，OK， 好，这样 ，OK， 可以来，可以来到前面，好，可以吗？可以看得到吗？看不到那个可以吗？好，来我们看帅哥世良，耶！我们大家说耶！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位的组长是谁？好，健身。好，然后你的组长是谁？你自己介绍，你是哪一个小组？波波小组。波波小组，耶！好，那我们再来，南希你呢？诗词小组，来帮我。正品小组。正品小组。慧珍小组，慧珍小组，感谢主哈他们进到这个培育学校，对小组长、对同工来讲，都是一个极兴奋的事。天使也兴奋了哈。好，那请回座，再一次的热烈恭喜他们。在礼拜后，我们可以来跟组员一起拍照哈，你们可以拍照来留念。这时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与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感恩的心与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世人桌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圣灵触摸，重新的力，到达主开始奉献。所愿，更新的意，全心全意，一切所
会众请坐。事工分享，请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也再一次恭喜我们的领袖班的毕业生，上帝大大祝福他们哦。接下来他们都要在小组里边，在教会里边参加更深更多的服事，也领受更多的祝福。好，那我们在消息报告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在礼拜二我们有我们的弟兄的告别式，那是我们的家人佳慧姐的丈夫肖佑安弟兄哈，那这是他的佳慧对不对？佳慧好，所以呢我们这是旁边是佳慧姐的儿子是不是？女儿哈，好，佳慧姐的儿子女儿，那他们呢也在这边来代表对我们弟兄姐妹长期为他父亲的祷告。那礼拜二呢我们要来举办他父亲的一个告别礼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们一起在二滨来参加。好，所以是佳慧姐的儿子还有女儿，上帝也大大赐福你们。好，请坐，请坐。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好，萧淑珍姐妹，所以是淑珍是不是 ？OK， 好，所以上帝也祝福这所有的家人，在你们的生活上、健康上面，神都加添你们能力。好，那我们现在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事工。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培育学校。那我们培育学校就是这么的有趣哈。来到培育学校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性情啊、性格啦，都会有极大的翻转。我们看哦，哇，呀！所以你进到培育学校，就如同进入到圣灵学校一样。哇，上一届的哈，一起念顺服就是在永光。好，看有没有你找自己一下。不要犹豫，现在就加入是产业，就是培育学校。阿们。好，在我们的周报上，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许多人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培育学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上小学、上国中，对不对？我们的国民义务教育。然而，我们在灵性上面却没有系统性的上过这样的一个灵性的课程，而灵魂的课程是更重要的。所以，你还没有上的话，赶快来报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是生命更新营。那生命更新营上完就是成长班。那我们会有3个阶段。慢慢的建造我们生命信仰的根基，还有你跟家人的关系，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态度都有极大的转化跟更新在你的里边，也成为领袖，不仅是教会的领袖，也成为世代的领袖。上帝要借培育学校来大大祝福永光教会，也祝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台湾。好，那还没有报名的，今天也赶快来报名，享有优惠价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导读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请。有好名声。好，来，你用这句话来跟旁边的你跟他宣告，你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阿们吗？我们来自己的宣告，来，我宣告，右手举起来。来，我宣告，我有好名声，我被圣灵充满，我是智慧充足的人。阿们，阿们，感谢主。
我们口里带出什么样的话语，就带出什么样的成全。阿们。所以呢，我们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好，接下来，好，那这个是上个礼拜呢，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诗班大概有30位到永和教会。永和教会跟永光教会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妈妈，我们是孩子哈，所以他们是我们的母会。感谢主哈。好，再来。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毕业生来颁发受证，上帝继续祝福他们，你们都要成为小组的同工，继续的运用神给你们的恩赐来分赐出去哈。好，那我们在后头呢，在我们的教会厅有我们毕业生呢，他们在这一期，然后他们每一天写灵修笔记，还有他们的意象的图像，都在他们的灵修日记上面。我们结束的时候呢，要去跟也可以去阅览一下，然后呢也给他们鼓舞哦哈。这是他们真实与神交流的一个隐秘处所画出来的哈。好，那这个对我们有很极大的一个提醒跟帮助。结束后我们可以来参观。好，接着那我们生命更新营呢9月要开课，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报名，就有早鸟优惠价哈。那另外呢，等一下结束之后，我们这一期的成长班、门徒班，还有我们跟我们的毕业生以及我们班导师，我们有一个分享餐会哈。好，我们一起来享用午餐。好，再来。好，礼拜4到礼拜6是我们的青少年的撼动星球要开跑了，是，所以呢，上帝也继续祝福他们，带领他。这个礼拜呢，我们的 RPG 都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为青少年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健康，他们在那里的所有的活动，可能天气很热，但是呢，他们在那里仍然有神的保守。我们为他们祷告，有云过来，好不好？有云柱哈。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领袖班、培育学校毕业的，我们有上百位的同工要来为他们预言哦哈。是，所以这个我们所服侍的，我们都对焦于神，对焦于圣灵，那使这一群的孩子来蒙福。好，接着好，下个礼拜要开会哇，我们的长职小组长了，来注意这个时间，还有关怀部的同工。好，接着呢，在7月中，我们要到韩国去访韩盛会有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们，那在那里呢，我们会去参加他们的，这就是中央纯福音教会在韩国。这个教会呢是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拥有80万个基督徒，他们的弟兄姐妹。那这个教会他们的复兴、他们的兴起是靠着祷告，所以呢，他们有建造一个祷告山。是，所以呢，我们这一些访韩的弟兄姐妹呢，大概有3-4千人。那我们永光教会有11个，我们会先到祷告山，在祷告山那里祷告，有七餐要禁食，7餐要禁食，所以在那里操练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祷告的机会我跟周牧师，我们大概已经去参过8次了哈。那我们今年还要再带我们的弟兄姐妹到韩国，所以我们明年，如果你今年没有报名，明年来报名参加。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明年我们都有机会。一个非常棒、非常棒的一个体验。我们有一个弟兄呢，他去参加之后回来，他就全然的他说：“我愿意来服侍神。”他的生命有极大的转变，是现在也成为很棒的服侍的同工。好，接下来，好，导读抄写经文，我们已经进入到6月了，是，所以你写到哪里了？如果你还没有赶上的，你可以继续，你一定赶得上。阿们。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一定要把导读，然后抄写经文 RPG 要成为你生命的核心。哈利路亚。好，接下来，那今天下午呢，我们的中会呢有一间教会是尊贤教会，有一位牧师，30多年都在国外，那现在要在这个尊贤教会要就任潘牧师就等一下要前往去。在他们的服事就任的典礼上面呢，潘牧师都要担任司会哈，所以等一下我就得到去那边来服侍这位牧师的就任的特会。好，也为牧师常常祷告。这个礼拜有，下个礼拜有，只要有牧师要就任要按牧，我都要去司会哈。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服事哈，感谢主。好，再来。
好，那汉东星球呢，下午是一个祷告会，一个总彩排的时间啊，所有的核心同工都要参加。神大大祝福在青少年，让你们这一次呢得胜、得力、得恩。我们为他们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年的人又比去年更多了哈，今年有113位来参加。好，接着，哇，我们小6的儿牧他们呢长大了，那他们呢升到青少年牧区了。来，我们请儿牧小6的起立，哇，起立，耶，感谢主。好，来向后转，好，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最右边哈，牧师的最右边第一位是汉生，汉生呢是世良跟佩如的爸爸妈妈，站起来一下，爸爸妈妈也汉生的爸爸妈妈，汉生举手，要不然他们会斗错孩子。好。这就是世良他们的孩子，神给他们的这个长子，现在已经小6了哈，越来越成熟。好，进入到青少年牧区，阿们吗？阿们啊！感谢主。好，爸爸妈妈请坐。第2位是义祥，洪义祥，义祥，你的家人在哪里？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哇，瑞俊还有明璇的帅小儿子哈。是，那小6也毕业了啊，把他交给青少年，继续在青少年的牧养当中健康喜乐的成长。我们再一次欢迎这个家庭。好，我们欢迎我们的以安、以慈，2个是双胞胎，你们看一下。好，爸爸妈妈有没有在这？好，爸爸妈妈站起来一下。志珍，你把口罩拿起来一下啊！好，这样才不会斗错哈。好，他们的宝贝双胞胎女儿哈，哇，好快哦，现在也小6了哈。哇，好，请坐。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的于晴，于晴，你的妈妈在哪里？呀，静怡的儿子哈。恭喜你，你的大儿子也长大了。好，所以呢，他们都要进入到青少年牧区，继续在这里成长，绝对不能够断掉。爸爸妈妈要记住，不能够断掉，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阶段。好，我们青少年呢，站起来给他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加入你们。哇！感谢主。好，请坐。所以呢，我们永光教会从幼稚园，从你怀孕的时候，0岁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累代教育起来哈。所以一个人进到教会，全家都得福，阿们。感谢主，上帝祝福我们。好，那再来我们的牧区呢，接下来呢有出游哦哈。首先呢，7月呢，第一梯呢是青少年牧区他们的活动，然后再来是儿童牧区呢要去司马县。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育行牧区、秀莲牧区。好，我们看周报就知道。那你如果你是属于哪一个牧区，你就报名那一个牧区。然后记得我们的出游都是为了要带新朋友。那如果你没有在小组里面的，你想要参加哪一个牧区啊？哪一个？然后呢，你如果还没有参加在小组的，你可以来找我们的慧华干事，好，他就可以帮你安排哈。好，那再来。好，我们继续为志和的妈妈李赖茶姐妹来祷告。感谢主，我们祷告之后，她的手术都非常的顺利，现在在复健中。好，那我们刚刚有介绍过了，我们的肖佑安弟兄礼拜2的告别礼拜，那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来唱卫诗，人数比较少，那牧师期待如果我们没有上班的，就可以来唱卫诗，为他们的家庭来支持他们，来安慰他们。所以呢，礼拜210点半在2滨集合，我们来练唱卫诗哈。好，那这刚刚有介绍过了，感谢主。来，我们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有你的陪伴，我礼拜充满喜乐。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
请周牧师来祝祷。我们请培育学校的同学来到前面来。好，我们来到前面。好，那我们仍然站立，牧师要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来，在旁边两边。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你所喜悦的教会。让我们看重的是灵命的成长，因为灵命健壮，我们全人就健康，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活力跟祝福。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第16届的领袖培育学校毕业生，从今开始能够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经历你的同在，让他们每一天都活出你的喜乐。你的能力护庇他们，你的圣灵光照他们，让他们成为你最美的见证。他们手所做的工，口所传的，都是属天国的，带出的能力跟祝福，不止在他们的家，也在教会、他们的工作以及这社会带出极大的祝福来。愿神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经历圣灵所带出的能力，从内在的更新到外显的恩赐，都被神大大使用。也愿神丰沛的恩典祝福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成为最美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正子的家人也在我们当中，上帝也祝福这个家庭。我们的生命更新营今天的报名有特别的优惠，今天的报名特别优惠600元。OK，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握今天特别的一个好机会。大家平安，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下个礼拜见，请坐。